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院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哦，老人联动哦，平时当来挂号做好，这是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到今年呢，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一无二、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了是关于欢收看3月25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停办2档的台湾国际蓝展，上午伫后壁南花园区盛大开幕。包括总统蔡英文、市长黄伟哲、农委会主委、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等17个的驻台大使拢出席见证，场面相当的热烈。邀请全国民众做回来台南欣赏蓝花奇幻世界。台湾国际蓝展已经是台南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因为疫情停办2档以后，上午总统蔡英文嘛亲自到台南进行开幕典礼，用流沙仪式邀请大家对3月2日开始拢来台南感受台湾蓝的条目。总统强调一定爱护台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前方的摄影师？那一起，3、2、1，请启动！那象征的我们2022年台湾国际蓝展呢，现在兰花奇幻世界正式启动。那我们台湾国际蓝展呢，将于3月26号一直到4月5号，为期12天，让大家欢迎踊跃的参观。兰花就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台湾跟世界的重要的连结。全世界有1/3的兰花产自台湾。前年台湾兰花栽培的面积已经达到986公顷，年产值超过了63亿元。多年来，台湾的国际蓝展也和东京蓝展、世界蓝展并列世界3大蓝展，具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这些都是我们产官学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也一定要让台湾的兰花在国际上维持领先的地位。隔壁县是有这个
疫情有群聚的现象，我们也非常的小心。那希望说这个疫情平静。那毕竟台湾国际兰展已经睽违2年了，其实不管是当地的民众，或是许多兰花的爱好者，或者是许多市民朋友们，都引颈期盼。我们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下，把这个展出能够圆满进行。根据了解，台湾兰花一档产带超过63亿，在建面积已经达到986公顷。在几年来，台湾国际兰展嘛已经把东京兰展列为世界3大兰展。所以总统蔡英文在市场因为特定贵宾的陪同，一一参观海地世界景观、兰屿座展区以及今年专场的总冠军会。相当骄傲伫三观下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台南市政府迈将兰展串联观光旅游、文化创意、生物科技以及政治农业，来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加国际连接。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初选登记25号进入最后一天，上午分别有现任议员陈怡婷、陈嘉欣加新人林依婷登记，到下晡5点截止，总共49位完成。市党部呼吁今年参选复杂，希望参选人理性竞争。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陈怡婷上午伫10外位女性伙伴的陪同，完成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的初选登记。10外位年轻的女性排几排，其中有大学生、研究生，甚至青年创业的代表、新婚家庭、新手的妈妈等，大声来呼吁支持现任的优质女议员。唯一支持陈怡贞，唯一支持陈怡贞。今天非常感谢有非常多跟你我一样在热爱台南，在台南认真生活的女性伙伴们陪我一起来登记那有大学生，那有边工作边上研究所非常认真的女孩那也有新手妈妈，还有刚刚在台南展开新婚生活的女性那还有非常成功的青年创业的女性。那更可爱的是还有一位才刚满1岁的小 baby 我想我们都会努力能够为可爱的孩子打造一个快乐成长生活的环境。那非常感谢我们有非常多位在台南认真生活的女孩们跟我一起来登记。那我想我们会发挥女性非常温暖坚毅的力量，继续为大家努力打拼那我想怡贞在议会虽然资深，但还是年轻那有专业有经验。那我想每一次在议会也都获得评鉴的优质议员，所以爱拜托大家和认真专业的怡贞，咱继续伫议会为大家服务甲拍拼。接续还有南区、安平区参选的新人林依婷，伫个厝内人的陪同，一路对服务处用走路到东部来登记。林依婷表示，完成登记是责任的开始。以新人的姿态，将遵守党的纪律，绝对袂互党甲支持者来失望。今天就是由家人陪同，那我觉得登记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现在也是正式成为民进党的参选人。那我想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当选，那我日后也绝对会以安平南区健全发展为日后质询的重点。那再来就是民进党的纪律跟团结，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之后如果真的有机会也可以成为民进党籍的议员的话，我绝对会以党的纪律为首要目标，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党及让支持者失望的事情。到25号中昼为止，目前完成民进党议员初选，总共有43位。东部预估5点截止，将达到50位左右。各区出现参选复杂的情形，呼吁参选人要理性来竞争。目前为止就是4天半的时间一共总数到大概中午是有43位来登记了。然后因为这一次初选应该是受到比如2020总统大赢，还有我们4个不同意，台南也是得到全国最高的支持度了然后所以这一次很多新人就是非常踊跃的出来参加这个党内初选，党内的这些同志都是非常优秀啦，应该都是本着说就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争取选民的认同。至于说攻击，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大家都会自我约束。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议员初选登记最后一天的好日，杨延惠、林建南、陈金晶、甲陈世玲等7位参选人嘛共齐前往东部登记，会中邀请艺人杨烈替因加油打气，并胜选的气势十足。杨延惠成员全体出动登记。象征杨延惠将会传承优良的政治理念，望杨延惠伫台南的成员林建南、陈黄宇、陈金晶、陈世玲、张豪哲、陈俊安以及李开通等7位市员参选人，会当顺利取得市员参选门票，团结做伙，展现气势，画出7席全上。杨延惠7席全上。今仔日是咱民进党市议员咱的登记的最后一天，也是咱的压轴。阮这个台南杨延惠由咱这个国际桥牌社，咱这个李清波，咱的李总统会带领之下，咱带领着咱的大新营区，咱的张豪哲，以及着咱的大北门区，咱的陈俊安，以及着咱的闸门区，咱的李凯通，以及着咱的永康区，咱的陈世玲，大家好，个咱的东区，咱的陈金晶，大家好，以及着咱的新丰区，咱的陈黄宇，嗨。以及中西区、北区林建南，阮今仔日杨延惠7个候选人，阮今仔日选这个黄道吉日特别来到咱台南市市东部，阮来正式登记，阮就是要来正式参选到咱民进党咱这届2022年的市议员的选举。嘛，望咱所有乡亲时代，甲阮所有候选人电话名条，来接到电话，会当甲阮予以支持。伫电视剧《国际桥牌社》当中，扮演总统李清波的艺人杨烈，也特别赶来台南，希望民众爱支持好人才，爱呼吁咱的乡亲咱的朋友咱的兄弟姊妹大家正经出全啊，跟斗相共跟支持伫咱的地方都是要有一款新的力量啦。每一个拢足优秀的，所以讲咱不留余力啦。我专工按高雄拼来，其实我是按台北来啦，再我按高雄过来这边，所以讲这个心情七上八下啦。讲七上八下就是讲真烦恼，讲咱大家有一款新的力量，这么好优秀的人才绝对袂用叫拍算去咱的乡亲、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时代。拜托，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感谢。登记完成，艺人杨烈也陪同民进党台南市中西区、北区市员参选人林建南扫街拜票。杨烈也恳请亲朋友，予林建南一个正面肯定。伫初选电话民调时，唯一支持林建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模范儿童表扬大会总共选出332名，其中为替亲子教育颁奖勉励。嘛，因为这摆颁奖拄好伫世界肯纳日进前，对着自闭症等特殊教育学生的优秀表现，嘛加一定的肯定。台南市模范儿童表扬大会伫咧主席高中举行，市长会特颁发奖状予213间学校的332位模范儿童，并甲每一位学生拢来翕相做纪念。优秀的孩子呢，是值得我们作为孩子学习的典范，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办理这样子的，在儿童节前夕办理市模范儿童表扬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是要让孩子优秀的表现，值得作为全部孩子呢能够学习的榜样。那其实，在校长的立场，优秀的孩子值得鼓励跟表扬，但是每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我的教育理念就是善待每一个孩子，让每个孩子的天赋得以自由发挥。所以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别差异，提供适合每个孩子的发展的舞台。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儿童节前夕，我们表扬了很多我们特殊的模范儿童。那在我旁边的是小安，那他长期以来接受我们自闭症的巡回辅导，那他成长很多。以前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胆怯，不敢说话。他今天勇于面对镜头，那也面对这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感谢市长颁给他这个奖章。我觉得这6年来，他学习到很多跟人相处的好方法，
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他们鼓励。联合国定伫咧逐冬的4月2號為世界肯納日，駐北京巡迴輔導老師賴玉成認為，市府經伫咧世界肯納日進前來表揚模範兒童，讓規個表揚的活動變了更加有意義。來參加111年度我們模範兒童的表揚這不是為了即將來臨的兒童節大家應景，是真的我們真心的覺得在學校努力用功，不管在學業或者在德智體群等等的這個場域有非常好的表現的同學，我們希望說有一個機會能夠讓市民朋友們，讓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來關心看到各位，所以呢我們特別舉辦模範兒童的表揚。我是小安，很開心能拿到模範生的獎，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市長為特勉勵每一位模範生，透過這個機會會當讓大家看到成為楷模，嘛希望因日後會當繼續努力，用因家己的方式來讓因的人生變了愈來愈好。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先聽完這個，馬上轉來新聞現場。台南市政府為了幫助弱勢舉辦雲端發票的觀眾，23號甲台南大運動百貨合作，將觀眾和隨和異地中心、台南市電線自由協會甲別立行基金會兒童發展中心，據了解，這款的觀眾4年來已經幫助16個弱勢團體。台南市大運動百貨長期來投入社會公益，對民國108年。透過民眾觀眾的雲端發票，和台南市的社會福利團體4年來，社會局推薦16個受贈單位。今年將分別觀眾和隨和異地中心、台南市電線自由協會、加玻璃恆基金會兒童發展中心。23號下午由市長主持觀眾儀式。遠東百貨已經不止一次做許多社會公益那不管是幫忙農民行銷農漁產品，或者是維護消費者的權益，或者是把這個雲端發票捐贈給我們的社福團體，這個都是非常非常讓人家感動的事情。尤其雲端發票你可以自動對獎，那就不用一大堆志工在那邊這個讓眼睛對到畫攤對到大家的人非常麻煩。那可以直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謝。台南道100長期致力於公益活動，那我們在推行這個雲端發票捐贈呢，今年已經是第4年。那我們借由我們館內的同仁每個專櫃小姐在每次消費的過程之中去提醒消費者如果你有雲端發票要轉去下載，或者是說如果沒有轉去，我們鼓勵他做那個雲端發票捐贈，把這個捐贈的部分捐贈給一些需要關懷的對象，那讓這個愛能夠持續的傳播下去。透過消費者觀眾的電子發票，不但會用嘅責任減碳，另外還可以用嘅幫助弱勢團體。市府邀請民眾做回來響應，關雲端發票做公益。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清明連續假期提供介動漫的民眾一個好去處，對今日開始到4月18號，在台南新光3月中山店有一場反轉動漫節的展覽，當中不但大家目前上穿的主角翕相留念，也有福地要給大家搶好康。木棉花反轉動漫節對今日開始，一直到4月18號，在台南的新光3月中山店登場。活動一開始由最近日本高人氣的動畫《東京復仇者》的 cosplayer 為活動帶來精彩舞蹈表演。這擺活動攏總有6款高人氣的附帶，歡迎有來百貨公司設計的民眾會當來到13樓。動漫展有真濟超夯超實用的小物件，等候大家做回來探索。今年2022的台南翻轉動漫季呢，我們為粉絲帶來了許多新的
展区。那我们首先是《鬼灭之刃》有超大的炭治郎，这是在台南首度曝光。再来是还有就是等身大的天竺鼠车车的玩偶，因为这也是粉丝们很喜欢的一个肖像嘛。那所以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新商品。现场限定的话有6款的超值福袋，最便宜从550开始到680不等。那这个组合呢，只有台南翻转现场才有。要买到这个限定的组合的话，就到现场来。来到展场，透过镜头会当看到有真侪动漫的爱好者，各自咧拣家己喜意的周边商品。这摆展览特别规划了，让民众前来拍卡，佮有翕相的空间。特别为这摆展览所制作的《鬼面之刃》炭治郎大仙翁仔，也佮有高人气的高水动画天竺鼠车车的大仙翁仔。欢迎民众会当伫展览的期间，会当来到活动的现场，感受一个精彩的动漫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嘉义理化社区关怀据点有电力不足问题，台湾集中保管计算所公司特别捐赠40万，除了改善因的用电，买当扩充硬体设施。同时，捐赠会中嘛举办爱心包装，卖精送互独居老人，场面相当温馨。来到嘉义区的理化社区活动中，会当看到有真侪长辈咧甲少年辈要安怎办葬。这摆因为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来捐赠40万的经费，和社区理事长李黄立明表达万分的感谢。嘛透过这摆机会来改善电力无够的问题，并强化硬体设备。我理化社区理事长我李敏姐啊。这届足感谢指报互我这个经费40万，互我会当互我改变我的社区。我1楼2楼电拢无够，已经30档拢旧啊我呢全部电总换互我一台冷冻厨，因为我倒来米拢生酒久，嘛足感谢指报互我这回，互我所有互我的40万的经费，我来换一台迄落卡拉 OK 红唱歌。当遮呢真热热啦，所以今仔庆祝来北藏来庆祝指报，互我感谢，互我的这条经费，互我遮社区足好的，足好的。这摆透过青年共同参与的方式，一方面的感谢捐赠单位热心，同时嘛透过长辈带着少年辈做伙白葬的方式，其中代表着传承的意义，共同把传统的美食制作方式保存落来。青年共餐互一寡少人的志工妈妈来白遮互遮的老大人落会晓的、甲袂晓的大家来白葬落送互一寡遮外口的独居户。单位嘛，甲即摆所白的葬会送互社区的独居长辈，透过活动来落实社区照顾，佮有关怀。同时，嘛会当促进时代的互动，善用高龄长辈来传承因的生活地位，佮有经验。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